原生家庭對一個人嘅影響可以有幾大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，教不嚴父之過，同慈母多敗兒又係咪真理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撒姨聲節目，我係撒姨。最近鼎爺李家鼎嘅家事成為娛樂圈嘅熱話，好多人都八卦佢哋三仔爺同新抱之間嘅愛恨情仇。但係呢件事唔單止係名人八卦，更加揭開咗好多家庭長期隱藏嘅問題。第一，原生家庭嘅創傷係點樣代代相傳？第二，而家立平安紙已經唔再忌諱，而係一種負責任嘅做法。好多人都話原生家庭問題傷痕會跟足一世。喺鼎爺呢件事件入面，令人不禁諗到，原生家庭嘅創傷係咪真係會影響下一代呢？據報道所講，鼎爺後生嘅時候脾氣火爆，家庭入面曾經出現過暴躁、威脅甚至暴力嘅互動模式。大姐李永漢成年之後曾經想做美國軍官，但係俾媽媽思明阻止而放棄夢想。後來兜兜轉轉返到嚟香港，發生一連串奇怪事件之後，迎娶而家嘅老婆 Connie。後來直至到思明逝世，被指同屋企人嚴重反目，甚至有傳出佢威脅思明唔可以出席細佬李永豪嘅婚禮，並用粗口恐嚇等行為。喺心理學上面有個講法叫做代際傳遞。當一個小朋友日日都見住父母用憤怒、大聲咆哮，甚至動武去處理衝突嘅時候，佢就會潛意識將呢套模式記咗入腦。大個之後，遇到壓力或者家庭矛盾嗰陣時，就會調動細個最熟悉嘅畫面出嚟，用硬碰硬、威脅、控制嘅手段去解決問題，結果就形成惡性循環。老一輩嘅暴力或者情緒失控，無意間種咗啲種子入去，下一代長大之後，又將未癒合嘅傷口帶咗入去自己嘅關係入邊。喺鼎爺呢件事入面，我哋見到家庭成員之間嘅激烈衝突同反目，令人聯想到呢一種原生家庭嘅創傷，有可能係一代一代之間嘅延續。如果一直都欠缺咗真誠嘅道歉、有效溝通同修復，條刺會越插越深，最終演變成兄弟反目、父子決裂嘅局面。從鼎爺呢一件事件入邊，我哋又見到第二樣嘢，就係立平安紙唔再係忌諱，而係成熟嘅負責表現。鼎爺今次高調宣布資產分配決定，將主要嘅資產交俾細仔處理，並且委任細仔做執行人。以前好多老一輩嘅香港人會覺得立遺囑做平安紙唔係好老禮，好似咒自己早死咁，又怕一講咗就引起家庭矛盾。所以好多人寧願拖到最後一刻，又或者留俾仔女自己去處理嗰個財產嘅問題。但係鼎爺今次嘅做法俾咗大家一個好大嘅反思，喺一個已經出現信任危機嘅家庭入面，親情有時係咪真係仲係咁可靠呢？法律同清晰嘅文件可能先至係最後嘅防火牆。佢選擇咗喺自己仲清醒嘅時候，清楚劃清界線，保護屋企人，避免日後出現情緒勒索或者無謂嘅爭產。而家越嚟越多人明白，平安紙唔係咒人死，而係保護自己愛嘅人同愛家人嘅表現。佢可以減低身後嘅糾紛，保護脆弱嘅一方，亦都俾每一個家庭成員更加清楚嘅期望同界線，亦都令到每一位家庭成員清楚知道自己嘅期望同界線係喺邊度。與其等自己100年之後仔女為咗錢對簿公堂，咁不如生前就坦白清楚，用法律去講明你嘅財產會點樣分。呢一種家事法律化係現代社會嘅進步，我哋要學識去接受，大團圓結局未必係必然。咁當然溏心風暴亦都未必一定會發生，但係有時劃清界線先至係對大家最好嘅保護。總結嚟講，鼎爺呢件事話俾我哋知有2個好重要嘅警醒。第一，原生家庭嘅傷痕如果冇被正視同處理，就會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。無論做父母定係做仔女，我哋都要有勇氣去面對過去，
學習健康溝通同埋情緒管理，唔好俾暴力同埋唔信任嘅關係繼續循環。必要時，父母即使係生養小朋友嘅人，但並唔係代表你可以高高在上做一言堂。做錯事嘅時候都要同小朋友道歉。第二，立平安紙唔再係忌諱，而係成熟同負責任嘅做法。及早規劃係對自己、對伴侶、對仔女最大嘅愛同尊重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可以抽時間同屋企人多啲真誠溝通，有需要嘅時候尋求專業輔導，或者及早做好法律安排。家庭幸福從來都唔係靠忍同不了了之，而係靠溝通同實際行動。原生家庭對你嘅影響未必係最大，心理學上嘅論點亦都只係一個學術研究。如果上一代對你唔好，你絕對有能力愈合自己嘅傷口，亦都有能力去改寫自己嘅人生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集撒醫聲節目再見。